近咗呢間鐵板燒，我嚟食3次，3次嘅 menu 都有少少唔同。佢喺堅州66樓，環境偏暗，好有氣氛，好適合拍拖、生日或者紀念日過嚟。一開始前菜會即場片芝士，成個過程好療愈。沙律本身唔特別，但配埋個醬又幾好食，小食就不過不失。之後到龍蝦，食落啖啖肉，味道都幾 OK。鮑魚就燒到啱啱好，食落好嫩。中間有杯時令飲品過一過口，再上牛扒。牛扒火候控制得幾好，外邊香，入邊仲保留到肉汁。炒飯就正常。最後甜品會推架車出嚟俾你揀，款式都幾多，食到後邊都好滿足。有啲菜式由烹調到上菜都會喺你面前即場處理，加埋個火焰效果，好似睇緊一場料理表演咁。店鋪資料會放喺留言區，有興趣嘅話就記得 save 低啦。